在《楚乔传》的故事中，从燕洵下令射杀宇文越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与楚乔的决裂。而在那之后，燕洵更加变本加厉，为了稳固皇权，杀害了楚乔身边所有的朋友。所以楚乔决定对燕洵出兵，双方正式兵戈相见。话接上回，在楚乔选择跟燕洵彻底的决裂后，便率兵跟燕洵开始了对战。而燕洵率军前来，也就是以防这种事情发生。如果自己能够将楚乔带回去，还何苦带来诸多的将士们呢？从凌晨时间到正午，然后再从正午到黄昏时刻，鲜血和呐喊声再度充满了整个战场，诸多的生命也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。此时程渊也正打算去给燕洵禀报一下今日和楚乔之间的对战结果，当看到燕洵一个人看紧地站在土坡上注视着战场，便不由得停下了自己的脚步。程渊嘛，上来吧。燕洵并没有回头去看，只是用很平淡的声音说道：禀报陛下，秀丽军已经从东南方突围而出，宇玄将军根本抵挡不住楚大人的进攻，我等赶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。程渊因为一条腿中箭，此时也只能够半跪在地上对燕洵禀报，而燕洵依旧是很安静地听完了这些话，却并没有吩咐什么。他们这些人挡不住楚乔，本就在燕洵的算计之中。你继续说。燕洵并没有让程渊停下，而是让他继续汇报两军的战果。随着程渊的禀报，燕洵这边也发现了他们的士兵根本就没办法去阻挡楚乔，不仅军团的战士们死伤过半，还有不少的将士们根本不听从调配，让程渊也有点难以处理这些事情。但燕洵听到有的将领拒绝作战之后，眉目之间便凌厉了起来。陛下，如果我军成功包围住了楚大人，那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攻？其实程渊说了一大堆，这一句话才是他最想问的。如果燕洵不对楚乔下达击杀的命令，那么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拦住楚乔，因为楚乔现在杀他们是丝毫不手软。不过燕洵对于最后这个问题也沉默了许久的时间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程渊，究竟是为了儿女情长，还是将最后的一丝感情也舍弃？燕洵此时依旧没有能够确立下来。程渊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劝我说你根本不堪大用，但我还是要重用你吗？许久之后，燕洵对着程渊说出了这个一语双关的话，而程渊听到之后也连忙跪倒在地，不断地对燕洵磕头：圣上厚爱，我将万死不足以报答。程渊现在十分害怕自己也对燕洵无用了，那么他也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必要了。因为你很像是以前的我，我也知道你家里人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如同我自己一样，我也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燕洵语气冰冷地说出了这些话。其实程渊本就想杀掉楚乔，这也算是两人之间的一段恩怨了。不过燕洵却并未打算将楚乔就此击杀在燕北的土地上。在两人沉默了许久之后，燕洵便缓缓地说道：秀丽军战力太盛，你们放开边境，让他们离开吧。快要入冬了，就让阿楚为我们打开西魏那焦灼的战场吧。燕洵已经将意思说得很明确了，如今楚乔离开燕北，能去的就只有他之前待过的西魏了。而燕洵为了确保能让楚乔跟西魏之间出现冲突，让楚乔闯出一个缺口，更是让程渊等人帮忙拖住楚乔的步伐，等燕明关那边接到消息后开始屯兵。接下来燕洵就派人去告诉那些受过楚乔恩惠的百姓们，告诉他们所信仰的秀丽夫人就要离开燕北了，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。燕洵在这一刻除了继续利用楚乔，所以留下了楚乔一条性命之外，其余的事情已经彻底的做绝了。阿楚，我曾说过，所有人都可以背叛我，但你不可以，因为你是照耀我漆黑天空的太阳，而如今我的太阳熄灭了。燕洵依旧目视远方，自言自语地说出了这句话。而很快燕北的各路大军便也接到了命令，开始行动。本来楚乔还在抱有天真的幻想，以为燕洵最终是不会忍心对他出手，打算放他离开的时候，在龙营关外，楚乔看到了那些背着包裹拖儿带女的百姓们，心便突然跌入了万丈冰原之中，彻底的绝望了。
密密麻麻的百姓们，所有人都拖家带口的挤成了一条长龙。在看到楚乔之后，这些人便也蜂拥上前，对着他大喊：大人到了，大人在这儿呢，大人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管了，反正去哪儿我都要跟着大人。一时间，百姓们纷纷表示要跟着楚乔离开，甚至70、80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，因为楚乔就是他们心中所信仰的神明。但这些百姓也并没有看到楚乔眼中出现了很深的迷茫，而贺萧也看出了楚乔的状态，连忙握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沉声道：大人，贺萧在这儿，秀丽君也在这儿。这句话无疑是给楚乔吃了个定心丸，他并不是孤立无援的，至少还有那些能够保护百姓的将士们。而很快斥候也就急忙地跑来对楚乔禀报了前方的状况，前面有着西魏元商率领的10万大军，只要他们离开龙吟关，必定会遭遇伏击。呵呵，燕行，你真是好精明的手段。楚乔在这时也看清楚了燕行要如何对付他，开关让路仅仅是个幌子，让百姓抱怨来摧毁秀丽军作为骑兵的高机动性，再借着西魏的手来斩断他的前路。他燕行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消耗掉秀丽军，还能借着秀丽军打开西魏的缺口，果真是一种好手段。随着元阳所率领的大军缓缓前来，所带起的烟尘也让百姓们产生了一种惶恐。不过大家还是信心满满，因为楚乔在这里，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危机，楚乔都能够很好的保护住他们。只是他们却不知道，此时的秀丽军根本不足5000人，面对10万的大军，也是没有太多的抵抗能力。城上的守军打开城门，放百姓们进去。此时贺萧也返回了龙吟关，对着城门上的将领们大声喊道：保护百姓的安危是此时他们的首要任务。陛下有令，若要进城，就请秀丽军的战士们先进城。在贺萧连连喊了3遍之后，城上才有人缓缓地说道：无论贺萧如何的请求，回复他的人也只会说这一句话：如果秀丽军不进城的话，那么他们是不会选择打开城门的。但随着10万铁骑不断的逼近，百姓们即便是再震惊，也开始慌乱了起来，纷纷聚拢在了楚乔周围，不断的询问他该怎么办。燕行，你太小瞧我了。楚乔冷笑了一声，他燕巡不久是想看到自己孤立无援，四面楚歌，然后仓皇地逃回燕北吗？但他楚乔偏要在这四面楚歌的境地闯出一条康庄大道来。随着楚乔做出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后，百姓们和将士们都安静了下来。然后楚乔就用10分低沉的声音对这些人们解释了燕巡所做的一切事情。而将这些话说完后，楚乔翻身下马，对着那些士兵们喊道：你们是当独裁者的走狗，还是拥护一个军人的尊严和荣光？你们想当叛徒吗？不想。此时所有的百姓和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喊道：好，战士们乡亲们，跟随我，听我号令，如果要死，那就让我们用自己的鲜血来捍卫最后的荣光，我们的信念永不熄灭，自由万岁。随着楚乔最后一个字说完，所有的士兵和百姓们都随着楚乔的声音呐喊了起来，再也没有人感觉到了害怕。在楚乔给百姓和战士们打了鸡血之后，便开始驻守在龙吟关之外，跟元阳的军队展开了一场较量。而元阳也将他们围困了3天的时间，但是却迟迟拿不下楚乔他们。不过元阳也相信楚乔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之前2年楚乔和燕巡不和的事情他早已知晓，如今的楚乔也晋升在孤军弱里，根本没有多少的补给，加上今年冬天来得较早，带着成千上万的百姓根本无法长久的存活下去，拿下楚乔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在第4日的清早中，元阳就开始整军列队，随着战鼓声音的响起，士兵们便开始向着楚乔的方向投射长矛，全军列队迎击。伴随着清早的腥风血雨，楚乔也跨上了马背，率领秀丽军和一些年轻力壮的百姓开始应敌。他手中举着银色战刀，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，5000秀丽军也十分整齐地跟在了楚乔的身后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犹豫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。拼了！
贺萧和秀丽军的将士们疯狂地呐喊，但在那些百姓以及龙吟关上看热闹的燕北大军眼中，5000秀丽军在10万的魏军之前，如同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，完全是送死的行为了。但是在魏军的眼中，看到杀气蓬勃的秀丽军冲过来，却纷纷开始迟疑了一下。就连率军的元阳看到楚乔之后，都突然被震撼了一下。你们的勇气还不如一个女人吗？给我杀！很快，元阳也整理好了状态，开始指挥战士们迎战楚乔的秀丽军。而这一战也是楚乔所打过最为惨烈的一战。那么，楚乔究竟能否冲破元阳的10万大军呢？